到谁了？不是。你刚才为什么拦着静渊为我解开封脉？因为我不想失去你。你明明喜欢。我喜欢的是。 与你并非血亲，但待你之心，却胜过亲生之情。我也是当局者迷了。传说凡人身死，将由天灯送入仙河，只求来生能步入仙途，远离尘世的束缚。可是他们却不知道，有时候就算上神，也有其无可奈何之处。后池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不要太过自责。 青墨，我想解开封印，不是一时冲动之举。如今仙妖对立，人间蒙难，世间不再太平。父神也老了，身上还有旧伤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面对这三界的纷争。有我在，我会护得人间和青之宫万全。那日在青龙台上，我与你说过，我不会再让你独自面对危险和困难了。我想成为和你并肩作战的人，而不是永远 让你护着我，站在你身后。你放心，就算我解开封印，我也一定会记得你，记得我们的一切。无论你做什么，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身边。如今仙妖已经停止兵戈，地北城已经不会再有危险了。我们一起回青之宫吧，沈君一直在等你。 你怎么了？自夺取日月期之后，灵力就异常紊乱。我看见他了。你看到谁了？不是。